光啊，今山东王母娘娘做谁？是呀。我看这行就马点钩子，那么来看侬那个谁，看侬点哈呢？哎，你这个当时也是王母娘娘上王母娘娘都有个男子叫好。咦，搿么侬冒姓王嘛，是王母娘娘啦？哎，后来啥人问侬谁是贴了门口的，让他一进门口就一个高档的谁开心。想的这个，谁是他贴了门口的噶？啊，谁是贴了门口的？谁叫谁的？啊，懂？来谁？那谁的都起不来个呢？我来个打卡厅听吧，来。哦。看看，他点来噻。来来噻，来给他打现在去看看呐，看看来噻，忙看。好呀。真是真的，不过我光贴了一面不给喊。为啥的？来得了艾米试试看，贴了艾米，因为我光听了艾米到妈一进门啊，来开始看见艾米是个谁。哎，对，哎，这个也保水个，也保水嘛。我贴了一大堆，那么这些猫了药么得收了一大堆，那么这些别么保水个是个。哎，你看的啊。啥来的？这个的啊。那么那个是都没的。那个内裤哦，哎啦。也没的。真的是得搞弄的啊。粽子干的，老人呢要头顶受刺，然后呢才能长命百岁。哦，那么等下一个我弄头啊。那个，好，对的。对的。好，再，好，抱着你开始，100、200，娘娘驾到！哦呦，娘娘到！ 都来噻！大哥，多娘老头几岁的名字上数买的啦，看后脚了。那不是你带下子追剧嘛？哎，工作能扶手，举起来，对啊！哦，生日快乐！哎呦，谁都快点呢？就要调讲那被分解，人家自家是国家。真叫我这么讲。哦哟，快点嘛要出来哇！是呀。谁都快点呀，来出来！哎，妹妹去喊一声，就要调出来。 真搞那个，那个不强那个，那啥呢还？哦，这上是对这个长辈的，没得那个。别让去，那是娘们说哪天？好，要娘舅不办法，来，娘舅请到，喝酒请到。那咋等我那口呢？一个人送2个人的位置的了那口嘛。本宫今天祝寿，想必你们准备的极好吧？娘娘放心，绝不负你的恩泽。哎呀妈，你这个口气个地方。哎，这个姐今在那落实大的，我饭店呢在定下着。那么哎。 反正下半日呢，让这个你陈老师啊，到这个叫办的车头去摸着，让他杀人啊！甚好。哎呦妈，你今天真的漂亮了！那颗红衣呢，一扎来红光满面的。年轻。我心里想考我呀。啊，考我这个。你这样老师谁？像老师。兄弟啊，你那像10岁子弟种。哎呦，阿舅你不晓得呀，我到你这屋里向，那讲么讲得好听，讲啥个有机啊、绿色啊，帮我吃啥么子啦？青菜、金花菜、菠菜。哎呦，吃得我那个青到肉身子。哎，你帮帮忙，地泡子一天不晒头啊，吃得那口不吃得胃呢？不是阿舅，我跟你讲，我有个礼物送给你。那上趟不是讲投资10几万行钿个事体嘛？那个行钿在喊侬买2万行钿的，但是我那麻将输到了水也输真的。真的？啊，开心。开心的呀！我也来噻。 来这个，弟弟兄弟真的好的。那么谁拿宠家现在？人家说的呀，年纪一到，呀，才那个小人一聪明。哎呦，聪明了还打人？不要叫搓他2局麻将啊！搿定性话没问题，那6、7、8台子，看书。妈，刚才先叫来个人啊，一个呢是你学生子娇娇，伊个呢住了2号地来。对。娇，听见过个，想啥吃的？
老讲是问我哎，是啊，哇，这是个误会，我对施老师只有崇拜，我对他没有想法的，他永远只是一个传说。你这个指示是永远是个传说，他呀，永远只是一个传说。等我问，这个你去这边等，去这边等，收下，这边领着啊，好，你去吧啊。这边还在坐这个位置。锅浪向去放2本书，我今朝复书原来要。啊，那先陪我们坐这个位置好不好？哎，妈，稍等他，来，我来扶你坐下来。稍等他。哎呦，哪么还在？我今刚浪两在等啊，不来怕晕他什么？那个麻将我出来还要吃点啥？莫费东西，家不懂规矩。他只要那位叫啊，我努力现在等在怕喷你，哎，我弟来啊，我今天自己看到这里。哎，那么出来，马上，我们干吧。哦哟，这两身讲得来搓麻将，确实真的吃力。我目前欢喜两张麻将，真的没办法。哎呦，毛病那个，过2年等我把苏炳山子调动你哦，换个新房子，专门帮你弄只旗袍噻。自动麻将机还来，别说个旗袍是叫。肯定是自动麻将机了。妈，哟，今朝哈开心不啊？来，这个今朝搓麻将得赢的啊，阿赢了。菲菲，你怎么样？今朝开门。哎，妈，今朝你过生日啊，这个等于办红包不呢啊？你讲一般句话，只要你没开口，我随便他没空嘞。举办啊，也举办的啦。哎，你都举办哎呀，那你都举办。不要。哦哟，妈把你怕得了。我领的也是这个，举办下的我4万5的也发给。妈，你跟妹妹就说的不是？娇娇，奶奶这个有什么得别看吧啊？告诉吧。哎。你不要乱七八糟啊。好的。啊，肯定的啊。别喊妈，我是去这边啊。好，你不要再开你啊，好，谢谢，好，10万。我在哦。哦哟。哎，来跳舞啊，帮我洗衣服，我身上有啊。为了搓麻将啦，这个饭店里向个菜来拿去了，不对？继续弄一弄一个呗。去拿小包子。哎，冰冰，爸爸，你弄冰冰倒一袋鱼筋鱼啊，你没拿了还？我告诉吧。对，来，冰冰，快，快点。哦哟，轻松点，俺等我睡了海的，辛苦了。别跟我俺来吃的阿个手干，俺后来么付了一菜，俺胖啊我银交200块洋钿，个手干。哎，老刘啥？贝贝啊？啊？谁动开的？人呢？你都在到老大家，眼睛一刹那人都没这家，人呢？哎呦，把那个出来了，弄翻手了里向了。今朝我是主角呀，我主角会这个的呀。今朝嘛，定定心心，开心，就对的。漂亮的。来，这个哎，来拿着。现在我那个吧，来你，宝宝那个也打，哎，搞下冰冰。我们手也打的，那么今朝嘛，那不还是弄到2夫妻分开的，你夫妻啊，你要碰了，众星捧月，对了不打？我可能嘛，反正让你随便给吧，是啦。那么等些，妈呢？不开的啊？我骗你，要你拿哪份道理呢？我谁8个岁你们都拿不开的呢？我做哪呢？我刚才还一样，我要喊来娇娇了嘛。我喊来娇娇，我刚才喊猫呀。比我自己那个么多块的呢？那娘呢？我有你都喊这个，你都好呀，成家好个，祖国忙就弄不来，你是坏了，老大这边了。哼，那是时候种儿子，哼，丫头老底香，哼哟，你都在白相手机，我里想不连打电话我上一上，我到老大去才到家，啊，送上我来个生人家，啊，弟弟啊，你哪能能哭腔啊，弟弟啊？
兄弟啊，哟，兄弟，你哪来夸奖啊？阿姐啊，我对不住你啊！做啥呢？你不是帮我省几万里去投资嘛？现在个老板卷子洞里摆脱着，搿税基也不进，人也寻不着，搿省几万里恐怕是拿不出来着。哦哟，那个是我个烂西部头呀！我不是一高一大谁来只要兄弟啊？那么那我妈妈兄弟啊！哦哟，搿个人啊！妈，不好意思，对不起，青菜不要忙活。来，好多的，哦，等，好的，哎呀，个烂人心做的是烂人心，刚才关了个屋里向子。对不起，妈，你好我，这个弄得收了屋里向去上名堂的。对不起，别动气。哎呦，妈别动气啊！经常来生，开心点。妈，你刚刚闲话呢？你非摸了还不动的妈啊？妈，哎，别，快点过来，还俺星星。哎，快点。给娇带点书来。啊，妈，星星呢？今天是哪个海里家呀？我想的那幸福吗？您幸福了，哎呀！老寿星，老太太，老寿星，来喝点水。要么插空了这心噻。那差不了，这生弄出来个噻，别今朝开心一家，你60大岁啊！来，妈，来吃点水。那这个人那样子，啊不吧，哎呦，不，那个日昂，飞，日昂。这个饭是鱼熬的。哎，日昂，那是呢？我有个一毛惊喜，那是个老西的呢。原谅，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民先生携全体员工恭祝苏州市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同济医院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降龙报捷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苏州龙凤金店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天平山景区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降龙报捷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先锋木业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爆竹新祝福，银蛇乐报春。摩天轮公园给全市父老乡亲拜年了，在新的一年中，祝愿四海同春，百业兴旺，美丽中国吉祥幸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康贝佳口腔门诊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1分钟还原秀发损伤。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3倍修护成分，发膜及护理，一抹一冲，解决干枯、分叉、毛糙、暗哑、脆弱5大问题。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你值得拥有。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恒福珠宝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降龙报捷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苏州艾斯特美容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爆竹新祝福，银蛇乐报春。苏州德悦楼给全市父老乡亲拜年了，在新的一年中，祝愿四海同春，百业兴旺，美丽中国幸福吉祥。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
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国美电器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常春藤美容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体验至诚服务，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更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老寿星，老太太，老寿星，来喝点水。有没有插空了这新菜？那插空了，这是我弄出来的菜，别今天开心的家，来60大岁啊！来，妈，来吃点水，吃点水。那些看看人那样子，来，不吧。哎呦，我说了没？那个日熬，飞，日熬。最讲的，反正有日熬的。哎，日熬，那是呢？我有个日熬惊喜啊！那是个老大事呢。快点，阿你帮我看看。那个单子上头写个是1回事菜。我讲出来的人，你看呢？边快点看看。啥么子？那个上头写个1回事菜。可那个是俺来菜，我哪些都是吃了一呢？这个是对子呀！啊，这实际上你不是当把这个核心的来背的吗？后来，这个账户上的这个数字是要查出的啊，人家改不欣赏，当到另外一个人账户上去的。你那个动力还回本子啊！妈的，兄弟，我也觉得，哎，那，哎呦。来，我现在来了。哦，别先，动力是，来，走，我吃饭，跟着我来，开嘴，老伙计开嘴。哎呀，哪里听着啊？妈，好，我们这个啊，今天你妈60大岁。啊，不管有礼物给，或者有祝福给，侪要拿出来。来，听我讲，等回来来谁来？你有啥个礼物？嘿，娘舅。哦，娘舅，你啥个礼物呢？拿出来呢？啊，这样我今天送了再大的一份礼物，这是你个神奇版的，全部拿出来的。有啥个礼物？这个居然，你干嘛？开心的。哎呀，这个本身就是肉里弄的，你当时谁得来噶？失而复得就。你下趟也去搞个中台来。富。啊，我马修理啊，给你啊。哎，兄弟，那个是爱给。来，你说吧。啊，这个农冰冰。哎，快点去。哎，照顾啊，照顾。那是60岁的弟子，16岁的媳妇，6个月年轻。哎呀，这辰光是两道的这次不想的辰光，人家问是没关系。这个底。就是海南是。就是海我那个孙女儿情何以堪啊！看这个冰冰呢，也是漂亮，也是聪明，对不对啊？聪明。我是来套不在。好，请你。啊，没有。这呢？阿瓜，我呀给你办了一张贵宾卡，美容院的。它呀可以给你做一个声波除皱拉皮，你这脸呀做完以后就跟16岁的小姑娘一样，像剥了壳的鸡蛋，蚊子叮不进去，苍蝇也咬不上去的。但是有那点整个月那灵光啊！那个今年20，明年18了呀。晓得没有，娇娇？哎，那么接下来嘛，宝宝嘛也有份礼物，啊，菜奶鸡来看哈。那个娘子最期待吧？今天呢，我在这个圣诞市呢有这个定位等来去忙嘛，一只最韩的 iPhone 5，哎呦，iPhone 5手机啊，中国联通。哦哟，那个是最啥个呀？哎呦妈，都自个用呢。哎呦妈，我烦不那个呀。那个是我提醒的啊，那个 iPhone 我帮那个中国联通刚刚推出，
屏幕大，网速快，流量大。你也想白相游戏，白相游戏，也想在上面搓麻将，搓麻将，爽得不得了，搓麻将干，搓麻将啊！中动力啊！免费的，搿种想着没那边去，不是活动。我本来有只 4S 呢，免费升级的，搿点动力呢最得合费的讲起噻。谁没喊？兴趣爱好谁没考我？谁是你这个兄弟？哦，姥姥爱哪里样子啦？那个新闻哇，不大适宜。人心爱语，大鱼子了还没难对了。看这个羊羔猪嘛，忙起来娘都不过问人家忙，谁啊？忙那边接。我现在马上打上电话拨了你。我别打哦。哦哟，外国电话是举的嘞。不举的，你也不晓得是哪？中国联通现在是还有便宜得来打国际大头啊，150分钟只要30块啊！哟，听听，据说他这个杨先生他们经济都有声音呢。哦，你股票那个啊，像这个补给线死了啥的。哦，分没得体谅。我现在我辰光不得了，你知道7个月才搞完了，7个月等下我再打哈，是吧？哎妈，现在那今朝你到呢这个岁60大岁，说呢永葆青春健康长寿。那么现在没看到菜菜来的，那先补吧哈。好的，哦哟，今天我真的开心。开心。好，那现在开始唱。观众朋友们，多好！现在呢是苏炳连长的特别节目《手追一家门》。你看了啥个大家庭了，还是个爷娘了，啥个娘舅了，囡们谁了，还是马上就在抖音播。所以说大家呢，拜大年。来了对吧？我讲两句啊，你讲过。好，祝福大家能在蛇年当中，特别是男同胞，不要遇到美女蛇。讲手最好，特别男同胞，最怕的美女蛇，一定要做屋里向的地雷蛇。女同胞呢，也像蛇个皮肤一样，对我。蛇皮肤买个哈，好的，你们都好的。中山的中原电视剧每一个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行大运！一定要办2城1家，不用换手机号，接电话不要钱，打电话每分钟不超过2毛9，还送30分钟12582免费通话。在外都不容易，回家过个好年。神州行，我看行。美莱真美10分，注射除皱，肌肤紧致年轻；注射整形，重塑完美五官。苏州美莱美容医院。我来自苏州银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旭日装饰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我叫陈果，是一名苏大的学生，我喜欢唱歌，以前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但是呢练歌就比较麻烦一些了。现在我想唱歌，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唱吧，唱完以后还可以上传回放，不经意间我还成为了一名网络歌手，能够随时随地的唱歌，我觉得很幸福。中国联通。潘婷发现开叉常源自损伤，3倍浓稠维他命原配方，第一次使用开始就能明显帮助防止开叉。哇，好喜欢这样的头发。损伤修护领导品牌潘婷。热烈祝贺以下企业和楼盘荣获最具影响力称号：伟业迎春乐家正当红88至113平米2房3房，1月惊艳上市，年末聚会5.8万，购房狂享3重好礼，限量特价房每平方米6320元起，咨询热线63180000。历经时光荏苒，深耕苏南品质生活。
金科银砾情，苏州生活行。2013，真诚与您再同行。金科地产。万科天翠地标崛起，全新产品即将面世。镇观金鸡湖镇北一线湖景大展，对话世界的角度，震撼只待亲身体验。62888888。都说年轻人扛不了重头戏，我靠肩膀扛给你看。当肩膀没有头屑困扰，才能专注挑战。新海飞丝男士专用，动力芯激发3重去屑力量。深入、快速、持久去屑。男人不屑肩膀，赢得挑战。新生代男士去屑，当然海飞丝。保洁。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苏州神家欢乐多，人人都是开心过。你吃的来，我吃喏，滴滴喏喏人家过。正月里向吃柚子，二月里向放叶子。3月清明青豆子，4月算8节节子，5月端午吃粽子，6月里向游扇子，7月捕鼠拍蚊子，8月中秋剥瓜子，9月打打鹅童子，10月剥开三橘子，11月踢毽子，12月抽柚子。日上数据来人们，三清水落太湖边，热水浦塘丰收区，五花落花理工地，插瓜拉新青关山，地灵混鱼摩天轮，位于那红得发子弥漫口。后上年金，200官银。这个名字上数买的啦，可虎极了。那不是你带下子追剧嘛？哎，工作那副手举起来，对不对啊？啊，3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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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写到这里呢？绝对要讲那被分开，人家自个是国家。这个真叫我这么讲。哎呦，国军嘛也出来哇！是呀。写到快点呀，来出来。哎，别去黑色，去。绝对要出来。
真当是那个，哎呀，那个不强那个，那啥呢还？哦，最少是对这个长辈的，俺不在那个。马上别让去，那意思，两个说老天。好，要酿酒不办法，来，酿酒请上，喝酒请上。他等我那口呢，一个人送2个人的位置到了那口嘛。本宫今天祝寿，想必你们准备的极好吧？娘娘放心，绝不负你的恩泽。哎呀妈，你这个口是个地道。哎，哥哥姐，今朝你落实大人，我饭店呢在定海着。那么哎，反正下半日呢，让这个你陈老师啊，到这个叫陪你车头去磨子，让他杀你啊。甚好。哎呦妈，你今天真的漂亮了。那颗红衣呢，一扎来红光满面的。年轻。我心里想考我呀。啊，考我这个。你这样老师谁？像老师。兄弟啊，你那像啥水子的个？哎呦，阿舅你不晓得呀，我当然到你这屋里向，你讲么讲得好听，讲啥个有机啊、绿色啊，帮我吃啥么子啦？青菜、金花菜、菠菜。哎呦，吃得我还是青到肉身上。哎，你帮我忙，鸡泡子一天不晒头啊，吃得那口不抢单位呢？不是阿舅，我跟你讲，我有个礼物送不来。你上趟不是讲对子12万洋钿的事体嘛？那个你再喊侬买2万洋钿的，大辰光那麻将输到了手也手真的。老公啊，今朝到王母娘娘做寿，是呀。我看着寻人就买点糕子，那么来看侬那个寿事看侬点哈呢？哎，你这个当时一个王母娘娘上王母娘娘都有个男生叫好。咦，搿么侬冇姓王嘛？是王母娘娘啦。我来想你们侬寿事贴了门口的，让侬一进门口就一个高档的寿事，开心。想的这个，谁是还贴了门口的噶？谁是贴了门口的？谁叫谁的？阿东，谁的都起不来个的。我来到客厅听听吧，来。看看，他点来噻。来来噻，你得到现在去看看呐，看来噻，忙看。好呀。真是真的，但不过我光贴了一面不给喊。为啥的？来贴了一面试试看，贴了一面。哟，我听了一面东妈一进门来，开始看见一面是个谁？哎，对，哎，这个要报税的，要报税嘛。我贴了一大叠，那么这些猫了药么的收了一大叠，那么这些别报税个是个。你看那张的啊，哪里的？这个的啊，不，那个是东面的，那个内口哦，哎啦，南面的，真的是的搞弄的啊。送子干的，老人呢要头顶受子，然后呢才能长命百岁。哦，咁等下一个我弄头啊。那个，好，对的。对的。好，再，好，报这个开始，100、200，哦呦，娘娘到！哦哟，这两家婶婶都来噻。大哥，多年老头子，我看见。我你要那问到你呢？我谁不个些你们都拿不黑个呢？我怎么来呢？我刚才黑呀，我要黑了焦焦了嘛。我黑了焦焦，我刚才黑猫呀。哎，我现在这个多回来呢？那娘呢？我有都喊这个，你都可吵一下成家伙个，祖国嘛就弄不来，是坏了老大这边了。那是时候种儿子，哼，丫头老底香，哼哟，你都在不想手机，我就想不你打电话我上一上，老大去谁到家？啊，送上我来个声音家，啊，姐姐啊，你哪能哭腔啊，姐姐啊？
兄弟啊，哟，兄弟，你哪来哭叫啊？阿姐啊，我对不住你啊！做啥呢？你不是帮我省几万洋钿去投资吗？现在个南北卷子洞里摆脱着，搿税基也不进，人也寻不着，搿省几万洋钿恐怕是拿不出来着。哦哟，那个是我个烂西不如呀！我不是一高一大谁来着呀，兄弟啊！那么那么那兄弟啊！哦哟，这个人啊！妈，不好意思，对不起，青菜不要忙活，来，好多的，哦，等，好的，哎呀，个烂人心做件事，烂人心搞得关了个屋里向子，对不起，妈，你好我，还是讲弄得收了屋里向去上名堂的。对不起，别动气。别动气啊！青菜来生，开心点。妈，你刚刚闲话呢？你非摸了还不动弹嘛？啊？哎，别，快点过来，还俺们细心。哎，快点。给叫带点水来。啊，我星星呢？今天是那个海里加油，我想的那幸福吗？您幸福了，哎呀！老寿星，老太太，老寿星，来喝点水。来嘛，要么插空了，这现在。聚饭啊！也聚饭的啦！哎，你都聚饭，俺也让你都聚饭。不要。哦哟，妈，你怕得了！我领的也是这个，聚饭还得用4万的呀，发给。妈，你到外面去床头边去的，娇娇，那这个有什么的别看吧，告诉吧。哎。那边乱七八糟啊，那个啊，可以的啊。别喊妈，我是去准备啊。好，你不要再开你啊，好，谢谢你，好，7万。不在哦，哦哟！哎，来丈夫啊，帮我洗洗衣服，我身上有啊。为了冲我的来，这个饭店里向个菜来对不对？你去弄一个呗。去拿小子。哎，冰冰，爸爸，你弄冰冰倒一袋鱼筋鱼啊，我那没拿了还。给我这搞什么？来，冰冰，快，快点。哦哟，轻松着，俺等了谁了海的？别跟我俺俩去打那个水干，俺那么付了一噻，俺怕让我赢交200块洋钿。个水干，哎，那是啥？冰冰啊？啊？谁动开的？人呢？啊？你都在到老大家，俺这一刹那人都不在家，人呢？人呢？哦哟，把那个出来了，弄饭收了里向了。今朝我是祖国呀，我祖国会这个的呀。今朝嘛，定定心心，开心心，就对的。漂亮了。哎，这是看，拿着。今朝我那个吧，宝宝那个要打，哎，到海冰冰。我妈妈手也打的。那么今朝嘛，那不还是弄到两夫妻分开的，你夫妻啊，你要碰了，众星捧月，对不对？我可能嘛，反正让你随便给吧，是啦。那么等些，哎，妈呢？开心。开心的呀！我也来噻，个，弟弟兄弟真的好。那么谁拿冲人家现在？人家说的呀，年纪一到，呀，才那个小人一聪明。哎呀，聪明了还打你？不要叫搓他2句麻将啊！搿定性我没问题，侬去包台子，他去。妈，刚才去招来个人啊，那个呢是你好生子娇娇，伊呢住了2号头了。对。娇娇，听见过个，想啥吃的？老刚是问我哎。是啊，哇，这是个误会。我对施老师只有崇拜，我对他没有想法的。他永远只是一个传说。不是只是永远是个传说。他呀，永远只是一个传说。真的。还在忙，我问，这个你洗身没得？这样，收下，我这里顶住啊。好。这边。
呢还坐这个位置。锅浪向去放2本书，我今朝复书了原来要。啊，那行，那我们坐这个位置好不好？哎，妈，稍一点，来，我来扶你坐下来。稍一点。哎呦，哪么还在，哪么还在？哪子？我今朝浪两在等啊，本来怕人特什么？那个麻将我车里还要吃点啥？没非东西，娇娇不懂规矩。他只要那位叫啊，我努力塞在等在怕脱你。哎，老弟来啊，我今天自己菜都得来。哎，那么出来，马上，我们干吧。哦哟，跟良心讲，得来搓麻将，确实是真的吃力。我目前欢喜2张麻将，真的没办法。哎呦，毛病那个，过2年等我把苏炳赛子抖动你哦，换个新房子，专门帮你弄只旗袍噻。自动麻将机还来，别说个旗袍是叫。肯定是自动麻将机了。妈，哟，今朝哈开心不啊？来，这个今朝搓麻将抖赢的啊，俺赢了。菲菲，你怎样？今朝开门。哎，这个妈，今朝你过生日啊，这个等些办红包不呢啊？啊，你讲一般句话，只要你妈开口，我随便他没。